屏東科學園區的半導體供應鏈專區今仔日破土啊！總統賴清德、縣長周春米，還有台積電董事長魏德嘉攏有來，希望會當寫真濟人才佇屏東來付出。原來台積電董事長魏德嘉也表示講，若準無下底廠商，嘛無今仔日的台積電。我也感謝屏東縣政府可以提供土地，讓我所有的供應鏈的夥伴可以長遠的發展，那這對台積電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今天非常榮幸接受總統的邀請來這個地方。我還是希望屏東縣政府可以更加努力增加人口，而且要增加我們的教育的容量。魏德嘉是感謝總統甲縣長呢，會當規劃遮爾啊好的這個地點，讓愈濟半導體業者會當有所在來設廠，廠商甲電園會當做伙來發展。屏東縣府嘛講，這台積電會佇園區來起辦公大樓，做檢驗測試，還有製程改善等等，協助遮的供應鏈廠商技術的創新甲提升。